很差，電話都沒有啊，幾差，很 stress 啊，我們。你看我兩個同事。我要強調一下，他不是白痴的，他是扮小學生。我也不是白痴的，我沒有手機，不用緊。我飯也沒有得吃，很慘。你這樣肥，這樣沒有飯吃啊？講什麼鬼？我爸爸帶我去報名，他說學校沒有位置了。不要跟你們好咯，一個有電話，一個這樣肥，你看我不上不下，我不要跟你們好，我跟我爸爸講。你 stress 一下我。Hello。我哋咧關注就係小朋友啊，小學生啊，依家困惑嘅啲咩，有咩煩惱，應該就會比下呢啲鉛筆盒邊個靚啲，書包邊個有輪，邊個冇輪。呢個係你嗰個年代。我上一次去有一間學校俾 talk 嘅時候，啲小朋友已經係好惆悵，有啲開始生白頭髮。佢哋關心緊我國嘅經濟啦，同埋呢一個未來嘅財政預算案啦，同埋而家目前嘅呢一個治安問題。我好想攞呢個鞋掟佢都冇。所以你都唔明白而家小學生煩緊咩？小學生係煩緊啱97 Ron 97又起咗一個，佢嗱聲揸佢大架車去打油。漏夜打油啊！佢哋小學生有幾擔心住，可以叫你老豆打 Ron 95，我唔想。喂，人哋老豆揸靚車咁啊，打歌係差唔多所謂嘅。咁但係的而且確，依家年代同我哋年代嘅小學生困惑嘅真係好唔一樣嘅。咁小學生小朋友，你嘅我們啦。嗱，所謂我有壓力，我知道你也有壓力的。所以小同學，你跟我們講你的壓力是哪裡來的？或者係做父母嘅，你會覺得哇咁爆嘅嚇！你個仔你個女竟然即係煩到啲咁嘅嘢啊！你諗都冇諗到佢煩到啲咁嘅，竟然煩到啲咁嘅嘢，有冇啊？留言或者 call 上嚟我哋。係啦，另外要講就係一年一消呢個籌款活動。你知唔知你割開你嘅刀流緊流緊係咩血？你流緊係小學華小嘅血，係時候為華小做翻啲嘢，支持一年一消，多謝。咁點樣支持法？可以有錢出錢，有力出嚟，可以守住 MyFM 啦，因為佢哋有一連串嘅活動咧，就已經行緊啦，咁你可以去支持下嘅。另外就係我哋華人講呢句説話，一講嘅時候，我哋要有嗰種熱血㗎，跟住我一齊做。所謂再窮也不能窮教育。好咗，好咗，留言俾我哋啦，小學生或者叫你爸爸媽媽聽日打上嚟啦喎，好唔好？多謝晒。上課了，起立，請你。起立。老師。